伫咧嘉义东石的五股湿地，寒天时会有真侪渡鸟来到台湾过冬。不过，顶日有民众发现讲有人伫遐掠鱼啊，环保团体也认为讲安尼做会影响到湿地生态。相关单位也讲，若准受到报案，就会随来进行调查。嘉义县东石的五股湿地是台湾西南沿海正重要的南仔地，嘛是真侪爱去鸟仔的人会去翕相的场所。也毋过最近煞互人发现有人伫内底钓鱼掠鱼啊，嘛引起环保人士甲动物保护团体的注意。鳌骨湿地伊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，规定就是不能在里面抓里面的生物，包括钓鱼都不行。就是他们不知道规矩嘛，都外劳来这边，他们出寡人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自己钓一些自己打牙祭的，应该都会有啦。嘉义林管处伫2012年，独捌邀请相关单位针对五股湿地保育措施作出结论，无经过同意伫园区内底钓鱼掠鱼啊，拢是犯法的行为，嘛呼吁民众毋通以身试法。收到案件之后呢，我们会汇整一些相关的讯息。那倘若涉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的相关规定，那我们也会依法去进行处置。环保团体表示，园区内底有人定时巡逻，边仔嘛有禁止的告示牌，毋过嘛是不时有偷钓偷掠鱼的代志。五股湿地是渡鸟来台湾的重要栖地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这个问题，避免更较严重的生态破坏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